There's no sincerer love than the love of food. 亚基发系啊英国嘅剧作家萧伯纳佢讲嘅意思就系讲好，呀世界上无任何一种爱比对食物嘅爱还较真实。亚基发根本就系俺阿權妹嘅名言啊，我應該挑來用吼，做乜嘅按用講咯？因為根本喺節目當中啊，要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東西，韓國係對哪來嘅咯？係對呀阿權妹嗌苗栗嗌嘅家鄉、嗌嘅故鄉來嘅。韓國啊，根本要愛同大家來分享對呀苗栗山上來嘅呀係乜嘅東西咯？係呀法國式嘅點心咯，當天票好，鼓手細細嘅來分享根本嘅來賓係呀bonbons嘅甜點師彭詩涵分享。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市的 bonbons 法式甜食工作室的彭詩涵。好，分享詩涵哦。接下來係另外一位來賓，咪係 bonbons 嘅設計師黃義珍分享。大家好，我係黃義珍。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看到有按後生嘅這個臉孔吼，轉到苗栗按樣來重新來創業，真係係非常嘅冇簡單哦。鼓手先來問一下，你都兩啥？一啥係苗栗人嘛，對不對？詩涵係苗栗人，然後義珍不是苗栗人，對。但你們兩個是用辦壽司誒，有冇想到講我兩三年向下來創業？我兩三年係研究所的同學。哦，是通馬嘅呢？什麼科系的？設計系。設計系的。設計系，師大設計研究所的同學。然後我是讀立體的，他是讀平面的。哦，立體跟平面。然後這樣子壽司以後先係同行嘛，唔過他後教他詩涵妹有小給到你係甜點師。對。從這個立體的設計。到這個甜點師，也係感覺係完全冇 Q 用兩位嘅東西哦，完全不同領域哎，怎麼會想要接觸？其實是因為自己其實平常生活，然後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甜食，對，然後因為在吃甜點的時候，就會讓我覺得心情很舒壓，所以一方面自己一邊喜歡吃之外，又喜歡做，所以在研究所畢業以後，就是有到高雄餐旅大學，那時候有一個是藍帶法國的那個法國藍帶學院在那邊增設一個分校，然後那時候就是有在思考說，我要到哪一個分校去學習這個一個傳統的法式甜點這樣子。傳統的法式甜點，對。然後那時候評估下來，因為每個分校它都有各有獨自的特色，然後最後縱觀考量，我就是選擇到高雄餐旅那邊的台灣分校去就讀，然後讀完過後呢，就是有開始有先短暫的進入到飯店去學習了一小小段的時間，然後後來就是開始在籌備工作室的部分。哇，所以讀書出來以後，你就傾到你自己的興趣，然後去鑽研去學習，還後就決定要出來創業。對，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設計它是很多元性的，包括其實做甜點，它其實在過程中是需要搭配的設計，對，跟美感的操作。對，鼓手喺後創業以後，聽說我相信啊，當到後生人，包含呼起來邀請過當到嘅來賓，都係當後生來創業，其實聽說都會遇到當到嘅問題同困難。一開始創業有沒有覺得那一片係吃到有一些些的瓶頸啊，也係講困難嘅所在？因為我不靠某人做生意，所以其實在這個創業過程中，就是沒有人可以請教。對，然後很苦惱，什麼都要自己去摸索。那當然也是很感謝，就是在創業的前期過程中，一直到現在，很多貴人的相助，大家就是跟我經驗的傳承，那包括身邊的好朋友及家人的支持，讓前期的時候其實算是蠻順利的。那當然的確也是會碰到蠻多沒有辦法預先知道的一個狀況，對，當然就是碰到什麼，我們再來想辦法做一個解決，這算是我們自己，就是我自己在鼓勵我自己，不要害怕這樣子。對，聽說讀到懂得困難，鼓手又請了一個幫手來，對不對？義珍，你是因為什麼原因？因為我知道你之前其實本來在台北也有工作，是，但是就是毅然決然就是換了一個跑道，就是決定要來這個甜點的工作室，然後來一樣是當設計師，但是是不同的領域，而且還來了苗栗耶。對，這個決定很有勇氣。
对，其实我当初也是犹豫了蛮久的，但是他真的很热情的邀约，然后我也看到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想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真的是毅然决然的就加入了。但我就是其实，在就是工作室。就是我们的分工是它就是甜点的部分嘛，那我们还有包含行销啊、活动宣传等等的，我们是共同操作。但是在包装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它就真的很放手的让我去做，对，就是给了我蛮大的空间，就是我做的还蛮开心的这样。哦，不会吵架就是了，因为应该像练红傻都会读设计的，有没有？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的确，其实说不吵架一定是骗人的，那我就知道。对，其实我们还是会，其实，在过程中是还蛮多。但会讲话会比较直接，有时候因为毕竟很熟了，讲话比较直接一点。但是我觉得在操作设计上面的话，美感这种事情就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是还蛮尊重他的。我都会告诉他说，我当然会在过程中会给他一点小意见，但是最后总觉得我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让他去自由的发挥，不要那么局限。对，所以。就会因为按呢，就是让这个亚豆嘅品牌进来进台啊，今日每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开始先想到我嘅木主嘅就会亚豆嘅包装，看亚豆嘅设计全部都非常的漂亮，然后不管是颜色还是图案，其实亚豆先前一开始创业的时间也是算在台北，对不对？对，一开始创业也是在台北。然后那时候就推出了一些活动跟这个礼盒，唐贡黑跟这个知名的书店也有合作，对不对？对，那时候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刚开始我是没有这么外向，我有点内向。其实我那时候起初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自我挣扎了很久，但是为了工作室跟希望让大家能够更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非常密集的参与，就是在台北的大小活动、快闪市集啊，或者是一些摆摊的活动，我们都会非常密集的参与跟露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来认识蹦蹦 SPA 斯天使工作室这样。跟我是还有看到一类黑这个情人节的礼盒，对不对？情人节的礼盒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那时候的想法，我们就是真的是很简单，情人节大家。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花，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为了情人节，就是做了一个限定的品项，就做了情人节花束。哇，对，然后我们里面装的是草莓瑞士蛋白霜。哇，对，然后上面我们就是那种胸片，很上面就是撒就是草莓干。对，就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也跟情人节有呼应到这样。对，因为情人节要到时间度后，还有草莓季的时候，对，所以就做了这样子的情人节的花束，同大家本来来分享一下。唔讲三下来同大家来分享嘅吼，也就蹦蹦是也下来都妙丽咧。故说作为也新的礼盒，我来推出嘅礼盒呗，同妙丽啦非常有关系。我都棒龙7部曲，对不对？这棒龙应该系讲系妙丽亲有特色的文化。要不要个蹦龙7部曲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因为啊本身就系苗栗人，然后当然啊就会转去苗栗参加呀。这个无法避免呢，这苗栗人无法避免。平常时出门国内，你都还会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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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都会回家乡去参与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在地的活动。对，那因为就是。自己也这么大了，那我慢慢有发现参与这么多年来，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的节庆当中，为什么会看到是说低年龄层的小朋友，他们参与度就是稍微的偏低一点。对，当然也可以联想，也可以知道说，就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他会伴随着鞭炮声啊、烟硝味啊，可能小朋友会害怕，或者是让一些比较胆小一点的族群，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的靠近去了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年度的时候，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主题来设计了一连串的这个棒龙7部曲。哦，就像雅哈雅秒芯片那些你们设计的，对不对？跟棒龙7部曲相关的每一部曲都有它专属的明信片来设计。那不只有明信片，当然还有这个礼盒里面的饼干，有7类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同的颜色。好，
就是我们将棒龙7部曲的每一个部曲的精髓都把它抓出来，先视觉化做成了明信片。对，那再来我们就是用形音义的方式去将每一部曲转换制作设计这个饼干。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有7种不同的颜色之外呢，它里面包含的都是7种不同的口味，所以我们从最刚开始看到这个黑色的部分，黑色这一款就是第一部曲，第一部曲就是狗笼，听一开始哎，然后它就是用桂竹的那个竹去制作那个龙的骨架，然后所以我们就在联想说，当要设计这一款甜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总不能把桂竹笋放进去，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用竹炭去表达它的一个显示它的色彩，然后中间会再加入一些芝麻，这样子去做一个体味。那比较有趣一点的是，我们有做了一个就是来运用也是苗栗在地的食材，用姜黄。哦，对，我刚刚其实有调试了一下这个姜黄口味的饼的吼，我知道大家会觉得姜黄的味道很可怕啊，不过不用那些度好的量，吃起来就会有一种清甜的这种米稀，其实有一点点微微像柠檬，但是它不是柠檬的味道，有因为清香的味道，的确里面有加柠檬，真的很厉害。哎呀，你看，对，因为我们担心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就是姜黄的味道，那可能怕它放量太多，也会觉得有点刺鼻这样子，所以我们里面特别有削了那个黄柠檬皮去做一个增加它的口味跟香气。我们从古时候也有关呀，蹦蹦是个甜点，还有东东内容，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欢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阿權妹我嘅家鄉，因為呀後生嘅來到轉到苗栗來創業，韓國家到亞博嘅清新推出嘅一個禮盒，就係有蹦龍7部曲嘅禮盒哦。剛才又同大家來小介紹吼，家到為到一個禮盒，唔單槍設計啊明信片，韓國有一餅嘅，一餅嘅有7種色，就代表有7部曲，差冇？剛才一開始講到這個狗籠是黑色的餅乾，因為同竹炭有關，竹嘅有關，所以就延伸成這個竹炭來當做它裡面的元素，對不對？那接下來呢，2部曲是什麼？是牽龍。2部曲是牽龍。這樣子吧，對，牽龍它裡面有什麼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牽龍其實在這一部曲呢，然後它是一個是會使用白米，然後做一個祭壇，然後去祭祀。對。那我們這部分在設計的時候，我們就是使用了艾草，然後跟爆米香。我看到了，我在後面有看到，在裡面有一粒跟蜜都當狗哎。就是我們希望說在設計的時候不要遺漏掉這部曲它的元素在哪裡，對，它的精髓在哪裡，所以我們就是有把這個米的元素特別有把它挑出來。對。那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做艾草？就是在艾草，因為這個祈福這個動作呢，它就是會，我們選擇艾草，就是它也是有這樣子一個祈福的概念，因為它就是有驅邪、驅邪避凶這樣子的含義在。對，所以這個是2部曲。那接下來3部曲是什麼？3部曲我們就是開光點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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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亞博嘅，因為那個蹦龍會開始誒，鼓手大家都應該都會有看到呀，7部曲正在慢慢的進行當中。對。那這個開光點睛和 TPD 啊，夢主嘅素材加了一個裝飾，要黑毛嘅東西啊，就是這個是龍眼乾哦，龍眼龍眼夢主，好厲害哦！就是剛剛提到，我們就是在設計餅乾的時候，我們是用形音義的方式去做設計，然後它是紫色的，對，我們也用了紫地瓜，然後就是去讓它提一個不一樣的色彩，這樣子。就是開光點睛過後，就是有那種雍容華貴的感覺，所以是紫色。
很棒。所以这是4部曲了嘛？第3部曲， 3部曲。那接下来第4部曲是？第4部曲是我们的银龙。银龙古手哦，金光闪闪的感觉，就会让它有舌头给这个姜黄口味，对不对？没错。然后我们还有加了一个黄柠檬，新鲜黄柠檬的皮去做一个提味。对，哎呦，所以姜黄就一点都不可怕了。对，适度提供的颜色，然后黄柠檬又提供了香气，对，所以这是第4部曲酿龙。接下来第5部曲哦，第5部曲就是天龙这个，对，没错，天龙会嘎比赛的，为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们使用的是苹果红茶哦，对，就是2种不同的元素。那因为在这个天龙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要跟着龙走，去祈求我们新的一年的平安的方式，所以我们才会用了这样苹果，就是一个表示平安的感觉，对，哦。然后接下来第6部曲，这个很特别哦，它的颜色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颜色我们特别是。这一部曲是非常就是重点，就是棒龙，对，崩龙，因为崩龙的时候，其实它我们都是在晚上举行这个一个盛典这样子，所以因为夜晚呢，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营造一个夜晚的感觉，所以我们才特别用了这个蝶豆花的元素去增添它的这个色彩，然后里面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加了一个跳跳糖在这里，对不对？我刚刚就想说这一坨是什么东西，然后像狗的嘛，该东西用跳跳糖，因为就是大字抛的时候，大家会在那边对，然后舞龙的人会跳来跳去，所以我们才用这样的方式去增添它一个小惊喜。好有趣哦！所以第4道鸦片时就会都要你要给做一度啊，用滴滴答答，就有这种风流的感觉。然后接下来最后一部曲，我知道是画龙反天，然后是甘美色的，但是这个甘美色加给米西超乎你的想象，像阿妈的甘美啊、红萝卜啊都不是，是什么？这个我们使用的是红椒跟糖心子，因为我们在这一部曲，我们就是想要用，因为它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就是火焰很旺盛的的时候，对。然后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在思考说，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味道跟色彩去表现它。哦，故说又辣又按用凤给什么，所以最后面这个画龙反天就是用7味糖心子。非常嘅有特色，韩国其实也就世界爱用嘅明信片，刚才一开始没有讲到，像一本年龄较小嘅小朋友做得加入苗栗嘅传统文化，古时候也就有办了一个画画的比赛。对，就是那时候在设计这个明信片的时候，是我们义珍她所操作的。那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啊，这个真的。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对，会很吸引小朋友的目光，对，所以我们办了一个这样的着色比赛。那在过程中，我们就是我们把这个消息有在地方上面去做一个宣传，然后加入一些妈妈的群组，然后透过妈妈们的口耳相传，结果力量，对大家真的非常非常踊跃的参与，我们。收件1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1250件，这么多，对，大家都非常的共襄盛举。而且我觉得你们很用心哎，你们不止把这个给小朋友去拿来当做，你知道可能小朋友尤其是些某聊一时，也就是会拿来画画以外，你们收到的作品还把它全部扫描，不用都你要走给 Facebook 当狗，对。很多幅哎，应该其实有点可能看。我发现里面好多，你们都还这么用心的把它扫描起来。对，所以其实你们也很想推广，除了甜点之外的东西，背后的文化意义啊，对。对，我们工作室，我们一直很希望说，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做甜点，会做设计这样子的不同的专业的领域，我们就是可以。让这个地方上的文化，让多一点人去关注它，然后去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才在这次做这个设计这个棒龙7部曲的时候，我们操作这样的一个企划，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小朋友的画作都非常的用心，他们的画真的好漂亮。对，我们希望小朋友在参与这项着色比赛的时候，可以提升他们的一个自信心。对，然后所以我们在2月19号的时候到2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小朋友的画作都把它展出哦。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可能还是滚动式的调整呐，对不对？所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本大家来认识苗栗传统的文化以外，吼，会还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今日喺蹦蹦是家就喺做饭。
贵色的点心，嘿，是你们的主要做的东西嘛。那我们就要今日嘅 TPK 4單元，到復興一米路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三來法貴色的點心，他們最主要的特色是什麼？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好，法式點心雖然說大家一般可能看到法式甜點都會覺得直覺性覺得哦很甜，但其實法式甜點它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特色，大家可以仔細去看。它除了就是在食材上面會注意着重挑選一些很好的食材去做一個好吃的甜點之外，然後法式甜點我們就是會比較着重它要呈現一個美感哦，要精緻，對，這就是所以我們在創作我們的每一項甜點的時候，我們都是保持了這樣子，秉持這樣的精神，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核心在做一個設計。對，但是其實從來個哈生牙的個點心，我會吃到甜度其實沒有這麼高。對，因為其實在我求學過程中，我們也是常常會跟我們的 chef 提問說，這個甜度為什麼要這麼甜？對，我們能不能調整它？但是對於法國人來講，他們會覺得說，哇，這個不會啊，這個配一杯紅酒剛剛好。對，那我當然也了解說，對於亞洲人不同文化背景的關係，我們還是吃的稍微甜度沒有這麼的甜，所以我們在甜點上面還是有稍微做一些減糖的動作。對，所以在這整個設計的過程，就像剛才史坦米可也是講嘅，做甜點就也跟設計一樣，想把你的想法嘅配件啊，人嘅文化全部變到人嘅甜點度空。古時候下來就會來同大家分享 ML 人嘅文化啦。ML 人有動到鐵山，其實也就鐵山動到咩容易到呀史坦米啊的個點心地度。我們來跟大家來配個對，一開始是鹹臭黑那一片哦，大家都會同看吶。鹹臭黑的詩壇，對不對？最近這個詩壇的仙草很有名。然後這個是紅茶我有點卡住哎，紅茶黑的那一片都苗栗絲，應該苗栗絲有紅茶。哎，這次我們使用的紅茶是苗栗市農會所出產的貓狸紅茶，非常的特別，而且這個尾韻都非常的香。對，然後還有飯條的香龍，然後擂茶的三衣。這是雞竹筍是不是？還是六竹筍？龜竹筍的南種，然後草莓這個最簡單了，大湖，然後桂花沒黑的南種嘛，對不對？這個有那個桂花釀湯圓，然後這個是甘美，怎麼沒有三灣？斯坦是不是？斯坦低壓片。斯坦低壓片，然後還有最後這個紅棗簡單呐啲廣告。嗰時候同大家做乜嘅？我來同大家分享一隻手辦哦，就係因為等下我同大家來分享bonbons嘅就有一個禮盒，10盒嘅當到沒有呢個鐵傘，都有1盒嘅餅嘅杜空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同大家來分享。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下啲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下，苗栗有動到鐵山啊，唔過也到鐵山啊，都做得融入到也bonbons嘅點心度紅，就到也也到先前有一類很多3層鐵盒餅乾，對不對？這個3層鐵盒餅乾，底部是下來動到苗栗嘅東西都底部，我們請思涵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好。在這款點心裡面，我們也是以我們的家鄉苗栗為出發點去做設計。那苗栗有18個鄉鎮，對，我們那時候就是有去走訪18個鄉鎮，去截取一些在地特色的食材，然後來嘗試的跟法式的點心做一個結合，這樣子。那我們最終我們是選定的是
9种不同的口味，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可以看到像这边的是有一个擂茶口味的雪球饼干。有，我家哈其实有特色一下雪球饼干，因为雪球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点心，东都烘焙店都有在卖。啊，不过人家有个雪球设计来某 Q 用，它里面多了一个口感哦，真的是跟擂茶味道很像，真的会用板周豆哎。我们就是有在思考，就是说像其实擂茶的过程中，我们会在过程会加的绿茶啊，或者是花生啊、板条、南瓜子，或者是这个米香啊，这样子去做一个擂茶的动作。所以我们就直接的把这个元素南瓜子跟这个爆米香的元素加到我们的饼干里面去。哦，而且是用颗粒的状态。对，就是让你吃起来的时候比较有口感，也是一个小惊喜，因为你外表的时候看不到它。哦，而且你那个粉粉的感觉，也能把那个雪球它本身的意境呈现出来，因为绿茶粉那个这种感觉。哦，除了雪球擂茶雪球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比较特别，是我们猫梨红茶做的一个小西饼。那这2项饼干呢，那时候是比较算是苗栗代表性的一个口味，所以我们过去还有去被受邀去教一些乐龄的长者们去制作它，就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带领大家去认识说，其实茶它不只是可以喝，它还可以就是提升另外一个层次制作成一个饼干这样子。哦，还有一类那个圆圆的那个是纱布列，对不对？对对对，纱布列。然后我们用的就是刚刚说的石潭柑橘。哦，好棒哦！所以老亚的苗栗嘅 T 恤容易到底部，又变做七家品牌嘅一类招牌嘅东西，就在同台讲 AI 不卡有亚的 T 恤，而且其实我们缩短了这些食物的里程。用七家香嘅东西来做出好色的点心，唔单像按呢，还有美美的包装。我们是不是请那个义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设计的理念？因为其实大家对于饼干的内容好不好吃，这也很重要，但是包装美不美也很重要，因为送人就是觉得大方啊，对不对？对，我们那时候的就是想法是，就是大家在苗栗最常看到的景色是什么？对，然后我们就是想起了，是吗？什么茶园？对，除了茶园之外，我们就是其实你就是往天空看去，就是很常会看到就是山峦层叠的那个景象。对，那也是苗栗就是一直被称作是山城的原因，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景色转换到我们的就是包装视觉上面，就是呈现给大家。给大家一种闪闪的感觉，从这个铁盒的包装就都在呈现给大家。然后呢，除了这个3层的铁盒饼干的设计以外，还有今年新的2022的新的设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新的就是今年的新一款礼盒，就是我们推出的这2款。一个是单层的蓝色的这一款礼盒，另外一款是红色的，就是这是双层的。哦，那我们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是以家作为出发点，不开感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送礼，不管是新人结婚，或者是就是生 baby，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家的组成。对。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家融入进我们的包装里面，然后我们也很荣幸就是可以参与到他们就是人生这个重要的过程。对对对。所以像你继续，你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双层的话，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像抽屉，对这样子的感觉。OK， 故说有懂人会同样的听按用给礼盒来做他们的喜饼就是了。哇，而且喜饼其实大家挑喜饼会有一些很困扰的地方，比讲讲底部的东西太夹勾起。这就是大家挑喜饼遇到很障碍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样子法式甜点是不是有部分解套了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像我们在常温的甜点里面去做操作的话，那就是糖的部分一定是必然是需要加入的。那虽然说其实很多人大家都很怕太甜什么的，但其实在做甜点当中，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一方面可以保持这个甜点的一个湿润度的口感之外，它也是可以延长它这个保存期限，会让这时效会拉长得到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有的人想买这种很精致的蛋糕啊、甜点来做喜饼的，大家可以好好
好的关注一下法式甜点，因为如果是买那种200那个根本就没办法啦。没错没错。对，古早你要得菇厅内要得，比如说像是喜饼的内容，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常温的甜点。那我们常温的礼盒里面呢，固定我们一定会有2种不同口味的棒蛋糕，一个是我们是用法国的君度橙酒去静置果干，这个部分这个长辈都非常的喜欢，还有微醺的味道。下面这个，对，另外上面这一款呢是我们自己去腌制的糖制柠檬。对，去做一个柠檬的口味，酸甜的口感。那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马德莲，就是法式比较经典的小点心，然后以及布朗尼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哇，好精致哦！而且盒子又还碎粉色，又还太哈呗，很符合长辈的需求。长辈需要大盒的。那除了今年新包装有这个粉红色的以外，那蓝色的也没同太嘎了，要给他介绍一下。蓝色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想要呈现的感觉是有一点像是家走进去里面的感觉。对，一个是家的外面，一个是家的里面的呈现。对，所以是2个比较不太一样的。对，今年就是给大家舞卡嘅感觉，舞卡嘅感觉，韩国蹦蹦是有本太讲去家乡嘅感觉，呀家乡嘅感觉，生了用一都嘛该长途哦，他们融入的程度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法式甜点啦，真给老给做笋，然后也不用落去。对不对？没错。但不是甜点的啦，是咸点的啦，被大家吓一跳，有没有？倒抽一口气，想说贵族手变成甜点是什么东西？变成咸点了。对，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工作室所首次推出的一个咸食，就是一个我们也是用苗栗客家庄的一个客庄的元素，去做了一个客家咸猪肉的法式咸派，咸猪肉的法式咸派，对，所以底度有韩猪肉，有龟竹笋，有香菇，哇，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香气，就是我们用了一个是马告。其实虽然也是就是可能是演出名嘅片家都用嘅色彩，不过有一类素菜很多难种，还有泰安泰安，然后亚洲素菜有东斗跟演出名，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的这个食材融入到山城里面的文化，对不对？古时候有暗用嘅咸派，我想要问一下，有朋友试吃，也是讲银行吃色类干够用版？东银行都，然后人家都讲东特别，对，就是因为他们一般吃咸派的时候吃到可能是培根味，或者是，然后那个奶油又味道很重，马铃薯全部都很 heavy 的东西，对，就会觉得很特别，怎么会有人用咸猪肉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然后结合法式的咸派这样子，真劲动体片。不过设计的按道东西，我相信大家荷兰所以听说就流动多诶。迄讲上爱设计法，上爱听嘅法，也得给通路嘅方式，通路的方式其实也很特别，跟大家不太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你们其实是在这个募资平台，对不对？对，就是其实泽募资平台，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在关注，然后就是有蛮多像是设计人，然后或是对，就是你叫年轻文青的族群，他们都还蛮常关注这个平台。对，那当初就是3层铁的饼干的企划的话，我们就是也是马上联想到说，不然我们来就是上募资平台一下好了。对，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募资平台的话，提升我们的关注度，然后也让大家就是更了解我们，然后了解我们的甜点、我们的设计、我们的理念，而且算是蛮精准的抓到你的族群，对不对？对，因为泽的客人就是同一批族群，对，就是刚上线大概1周吧，就已经到了一个我们有点出乎意料的销量这样子。那如果之后除了泽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订到你们的商品吗？可以的。我们其实主要我们还是以网络为主，所以大家想要品尝看看我们家的甜点的话，都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 bonbons 法式甜食工作室。对汉拜有几飞给发低美丽呀，还没低懂地给筹备这个新的店面跟工作室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也寻觅，然后
就是终于找到在苗栗市的后火车站，会是我们将来的店面的落成的点，慢慢的动工当中，分享泰雅人苗栗料。没错，古早吉文也非常什么时罕，谢谢义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跟大家分享好吃的法式甜点哦。每逢阳泰雅希都苗栗山上来了，先休息一下，等下甜甜欣赏来做运动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